OK，呢一個係今生無悔嘅呢一個斯洛瑞奇嘅水鑽心心切割面，係啦，深深切割，係啊，亦都係令到佢嘅折射可以係展示到一個彩虹嘅亮光，而且今次呢一標亦都係0蚊起拍0蚊，20蚊一邊。呢一場拍賣會最勁嘅一個，咩最勁㗎？你好多勁嘢㗎喎！即係呢4個。好最勁呢個嚟啦！大家準備好未先？我哋 all in 先，喬姐杯茶係咪啊？大家讓喬姐咯喎 ，OK。嗱，我唔知有冇人啊。嗱，總之咧，我哋都係秉承住呢個公平公正嘅呢個政策，咁啊，全部咧都係以一個咧最高拍賣價所得嘅一個係啦規矩，好冇？咁亦都係啦，今次咧亦都會有我去計算，你試下去，因為如果我咁樣咧。100件拍賣咧，我會走咗噶。係啊，搖都搖唔翻嚟係嘛？搖唔翻嚟㗎啦！呢個令，知唔知點解今日要準備呢個令啊？因為我驚我走咗，我要翻嚟。呢個拍賣要適應一下先。好，咁啊，亦都係2分半鐘嘅時間，2分半鐘嘅時間。OK，預備，3、2、1，3、2、1。OK，go。好，咁啊，2分半鐘時間。哇，喬姐第一口就160第一口160蚊。今日喬姐係直高贏，我一定要買到嘢。OK， 一定要買到嘢。我收手，希望喬姐得咗。你唔係啊，你應該幫阿喬姐咧去 bid 翻嚟啊，多個人啊嘛 ，Candy Bear， 你應該幫佢 bid 到500蚊開始先。咁啊，喬姐喺度接你落去㗎啦。咁啊，得你哋兩個喺度 bid 嚟 bid 去，一定贏硬㗎。搞定你呢啲夾 bid 出面嗰啲係咁玩嘅。係咁玩㗎，真係咁玩㗎。OK， 好冇？咁我呢一個拍賣啊，呢一個拍賣係最後呢個鐘頭。OK，OMG 暫時係100蚊啊，大家。OK， 嗱冇得讓嘅呢一個160啊，喬姐。160，喬姐志在必得160，志在必得160，有冇人多過160蚊 ？Rainbow 你要160蚊以上啊？係啦，160蚊以上，160蚊以上有冇人高過160蚊？可以直接出個320蚊，令到呢一個標咧可以更加有值得，更加有 value。OK， 浪標啊！係啦，嗱，我哋全部咧都唔會做呢啲浪標嘅動作，係啦，因為我哋絕對唔係嗰啲浪標之人啊。OK， 好冇？咁啊，呢一個係160啊，OK， 係啦，但我冇理由幫佢推高個價，唔係，但係你同我一齊夾 bid 咯 ，OK， 好冇？係啦，我哋唔會咁㗎，我都唔會咁㗎，咪姐頭先550我都唔收你啦，收你500蚊係咪先？160、180、200蚊啊 ，Suaki，200蚊啊 ，Suaki。嗱，真心係啦，睇下邊個真心想得到啦，因為我哋都秉承住我個電話嘅傳統，價高者得，同埋我哋係唔會有偏私，我哋絕對咧，雖然呢件產品好屬於你，但係希望大家都係一公平咧，大家去競得。好 ，Queenie 而家係250 300蚊，喬姐，哇，300蚊啊，喬姐。係啦，300蚊嘅喬姐，300蚊嘅喬姐，會唔會有人多過300蚊咧？而家好咁啊，時間咧1分1秒咁樣過去啦，而家係剩翻43秒，43秒得唔得 ？OK， 完完全全支持喬姐嘅敏儀姐，咁啊對你啦，我都感到呢個致敬啊，你都可以推高少少個標㗎 ，OK 好嘛？咁啊呢一個係啦，300蚊，300蚊，有冇人多過？有冇人多過喬姐300蚊 ？OK， 係啦，公平公正啊！我哋呢一個心形嘅心心，好，時間剩翻幾多秒？時間剩翻24秒，350蚊 Rainbow Chair，350蚊嗱，大家今日係開心拍賣，唔好希望咧係變成呢一個咧係低價出售嘅情況啊，好唔好啊？咁啊越高價越好啊，好唔好？如果唔係350，如果唔係咧，主理人唔會俾我哋再做400蚊，欣賞你喬姐 ，OK， 400蚊，係啦。我中意呢啲，好嗱，而家剩翻嘅時間1分1秒啦，而家係最後嘅30秒，已經完咗2分半秒啦。咁啊，我哋咧 set 多個30秒時間。哇，喬姐400蚊，喬姐400蚊，會唔會出個520，直接520蚊攞走呢個心心？係啦，520好意頭啊，係嘛？520心心，好，呢個線下同埋呢個線上有冇人喺度出價？暫時未有嘅 ，OK， 依然咧喺呢個平台上面啊 ，OK， 好520嘅呢個史洛瑞奇嘅心心520蚊，520蚊，你見唔見到我哋冇落任何濾鏡，冇落任何光嘅時候，佢嘅彩虹光已經係彩到爆炸，呢、這、一個叫做金心有金勢 ，OK， 520會唔會咧？而家喬姐暫時最高標係400，好，恭喜你啊，喬姐，果然真係你。嗱，你睇下喬姐，你又加個400，都冇人。OK， 截咗，好400蚊嘅喬姐，呢齊晒啦，我哋俾啲掌聲先啦，大家讓晒 OK， 好冇？你都俾300蚊，係啦，恭喜你400蚊，恭喜你攞到一個咧。
係啦，深深嘅呢個勁靚嘅絲洛瑞奇啊！恭喜你喬姐，你喺頭3件嘅拍賣產品，你梗係獲得2件啦。咁啊，你今日咧都係贏在起跑線。好，咁啊，我哋咧正式可以開始今晚嘅呢個產品介紹啦。我要俾啲掌聲，俾啲掌聲我自己先。要俾啲掌聲出嘅，呢個拍賣真係唔容易。真係唔容易啊！話俾你聽，因為拍賣最緊要就要有個氣氛，而家你睇到嘅氣氛咧就唔係好熾熱嘅，咁啊希望咧大家係再俾多啲氣氛啊！因為咧我哋嚟緊咧係會有啲乜嘢咧？我哋有 G1 嘟嘅呢隻金錶啦，我哋會做拍賣嘅。OK， 係啦，我哋會有 G1 嘟嘅聯合嘅金錶會做拍賣啦，係啦，零元拍賣啦。咁我哋亦都會有呢一個係咩啊？呢一個 Valentino 嘅呢一條金鏈咧，我哋會做拍賣啦。跟住我哋亦都會有呢條彩寶嘅碧璽啦，做拍賣啦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勁到係攞紅珊瑚去做拍賣，我哋攞紅珊。